嚟到呢度8A 座嘅30樓 C， 實用面積822尺，係一個3房1套連一個儲物室嘅單位。咁入到嚟啦，經過呢個走廊位置，旁邊咧其實做咗兩邊嘅櫃嘅，依度就會有一個儲物室。咁呢個儲物室可以放翻工人姐姐啦，不過就冇陶廁，但係咧就會有冷氣機嘅。好啦，我哋望下呢一個客飯廳位置先。咁呢個客飯廳位置就呈現長形嘅設計啦。咁呢一邊都係可以飽覽到咧一個咁靚嘅河景嘅，向翻東北，採光度都好好喎，成間屋。咁咧喺飯廳旁邊就會有個廚房。咁呢個廚房同我哋啱啱睇嘅咧有少少唔同嘅，就係一個 U 型嘅廚房，呈現方形嘅。咁我自己偏向咯，就中意呢一個間隔嘅廚房多啲，因為如果譬如有時3、4個人入去咧，都唔會話好逼咯。好啦，再望嚟呢度係另外嘅3間房啦，呢一邊都係可以望翻個河景嘅。咁就落地玻璃窗嘅設計。好啦，呢度就會係客廁嘅位置。咁客廁咧就做咗一個乾濕分離嘅淋浴間。咁洗衣機就會擺翻喺呢邊啦。另外都會係發展商交樓標準設備。第2間睡房同樣都係咁靚。望翻個山景河景，之後咧再睇埋個主人房啦。咁822尺啦，主人房個空間咧都 OK 嘅，因為擺咗雙人床咧都可以勉強地3邊落到床嘅。旁邊咧仲會有一個非常之貼心嘅一個衣櫃位置嘅。好啦，另外仲會有一個工作露台位啦。咁浴室咧係一個明廁有窗嘅，咁另外咧就會有一個乾濕分離淋浴間，再加埋浴缸嘅。攝影師可以過嚟睇下先。咁呢個就係一個822尺3房1套加埋一個儲物室嘅單位。